你睇，距離澳門200米，首付10萬，送兩地牌，送車位。呢一套係140平方嘅4房3衛雙套間嘅設計，頭排無遮擋河景，澳門景哈，非常之靚呢個景觀。陽台6米闊，客廳開間4米6，啊，整體空間非常之夠嘅，層高3米哈。南北通雙陽台，次陽台喺呢度，6人嘅餐台。半開放式嘅廚房，而家見到嘅就係交樓標準，包括入門口嘅鞋櫃，仲有啲大門都係實打實嘅膠標。旁邊咧就係客房套間，都係好靚嘅位置。好，小區家門口50米就係港珠澳大橋，適合通勤香港返工嘅朋友。返到香港大概1個鐘內，再過嚟就係公共衛生間、兒童房嘅位置。主人房係房中房哈。書房入去先係主人房，你睇都係睇咁靚嘅景觀。主人房套間帶有獨立嘅洗手間，5分鐘就可以去到2個環法雙兜，吃喝玩樂乜都搞掂晒。